集呢教大家整呢個揚州炒飯。準備冷飯、雞蛋、火腿、青豆、胡蘿蔔、葱、蝦仁、鹽、白胡椒粉、醬油、食用油。首先呢，當所有材料都準備好呢，冷飯如果呢結塊，可以用手輕輕撥喺鍋入邊呢打入一隻雞蛋。咁呢快速攪啦成炒蛋，然後之後拎出備用，鍋中加一啲油啦，將火腿丁、蝦仁、胡蘿蔔丁同埋青豆放入鍋中，炒至變色，將冷飯加入鍋入邊，翻炒均勻，確保米飯同其他材料充分混合，加入炒蛋啦，撒上鹽、白胡椒粉同埋醬油，翻炒均勻，最後加入葱花啦，跟住呢快速翻炒幾下即可以取出喺鍋入邊。溫馨提示：炒飯嘅關鍵係要用冷飯，咁樣炒嘅飯粒先至唔會黏埋喺一齊啦。可以根據個人嘅口味呢，加添其他嘅食材，比如豆腐、香菇咁啦。咁樣呢，一啲色香味俱全嘅揚州炒飯就完成啦。大家享用啦！大家記得點讚同關注我哋。